團體亦關注到污水廠暫停營運嘅問題，咁話澳門嘅海水污染問題冰封三尺，並非一日之寒。唔少嘅污水都係唔經過生化處理，即係簡單嘅物理化隔絕就直接排污入海。澳門半島嘅污水廠喺月底將會暫停運作3日，期間污水直接流入海內。有團體代表就指出，海水污染喺澳門並非一朝一夕。大部分嘅污水都係唔經過生物處理，只係通過簡單嘅物理化隔絕就直接排入海內。佢哋話會經過基本處理，基本處理係咩咧？簡單嘅隔渣或者係沉澱咧，其實佢已經係直接排放嘅。水入邊嘅所有油脂啊、化學污染物其實都係直接排放落海嘅。其實呢個問題已經連續超過咗6-7年嘅情況。佢本身已經好接近民居，亦都缺乏擴建空間，冇辦法增加緩衝池。其實佢係而家我哋一直都推動緊政府，就係話點樣將呢個澳門污水廠搬去澳門港珠澳大橋嘅人工島嘅澳門嗰部分。而澳門本係海岸城市，擁有長達50公里嘅海岸線資源。有團體就建議政府落實澳門半島南岸線，由媽閣到新城填海 B 區連接到科學館，建設5公里嘅跑步單車徑，增加市民嘅休閒娛樂用地。其實你會睇到呢啲沿途嘅土地咧，全部都係荒廢咗嘅啫。亦都係沿岸空間一早就攞嚟規劃咗㗎啦。佢與其政府擺咗咁多年，點解我哋唔盡快去將佢重新興建呢？只需咧簡單去做一啲平整啦，同埋加建一啲少量嘅駁橋棧道咧，就已經可以連通。另外，林宇滔亦都強調，政府落實海岸線計劃嘅時候，無需豪華修建，只係恆常嘅綠化建設。澳亞衛視記者尹愛珊、葉嘉誠，澳門報導。